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的士新聞資訊，我係希莉。新界北總區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特遣隊喺1月25號下晝喺深圳灣香港口岸打擊的士違例，派員喬裝乘客，發現2名的士司機涉嫌招攬乘客，駕駛時放置多於2部流動電訊裝置，冇展示的士司機證，同未經授權使用車隊的士停車處。警方將會發出傳票，票控有關的士司機。警方重申，行動仍然喺度進行中，會繼續採取執法行動，打擊相關的士違例事項，以保障市民同埋遊客嘅權益。為咗打擊的士司機電話陣，政府早前修例限制司機喺座位前擺放流動電訊裝置數量。根據最新規例，任何司機駕駛嘅時候唔可以喺前方放置多於2部流動電訊裝置，即係包括流動電話、平板同手提電腦，而每部裝置嘅屏幕對角唔可以超過19厘米長。裝置唔能夠阻礙司機目視道路同埋交通情況，以及對觀察路況用嘅倒後鏡、裝置或攝像顯示器嘅視線。違例者最高罰款2000蚊。近日有網民分享指，將手機打橫，利用分割功能，可以同時使用2個接單程式。網絡討論群組內更有人分享指出，可利用某個韓國品牌平板電腦同埋手機獨有功能，喺合乎大小規格嘅平板電腦內一開4，即係一次過使用4個應用程式。換言之，若果司機物盡其用，放2部流動裝置喺車頭，可以同時睇到8個唔同應用程式嘅畫面。運輸署回覆傳媒查詢表示，新法例冇規管裝置上可以使用嘅功能，為強調司機應該時刻專注駕駛。若果因操控流動通訊裝置而影響駕駛，不論有否釀成交通意外，嗰個司機有可能已經觸犯危險駕駛或者係唔小心駕駛嘅罪行。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主任杜新堂表示，類似嘅功能早年已經出現，聲稱有同業為咗多開唔同嘅接單程式而使用，又預計會有本身用開電話陣嘅司機轉用平板電腦嘅分割畫面功能。但杜新堂指，使用分割畫面之後，每個畫面都會變得細小，反而比原先更加唔清晰，令司機會更加分神，增加交通意外嘅風險。杜新堂又認為19厘米嘅限制屬於管制寬鬆，唔明白運輸署竟然容許的士司機擺放大面積螢幕嘅流動裝置喺車頭。佢又表示，2部正常大小手機已經足夠的士司機使用，建議業界自律。經常喺發生交通意外嘅時候，見到的士同業行家第一時間將佢哋所有嘅電話收翻埋晒，心諗又何必呢？喺傳媒街訪之中，的士司機劉先生話，平日較常以接街客為主，使用2部電話開工已經足夠，一部用於接單，另外一部用於導航。另一個司機陳先生同樣都話係接街客多，認為新措施合理，而且無需再收緊，一部自己用，一部揸車。佢憶述過往見過唔少司機擺放電話陣，車頭至少有3至4部流動裝置係基本。佢認為咁會令司機分心。唔知你對以上嘅內容又有啲咩睇法？歡迎留言。如果想了解更多最新嘅的士牌資訊，歡迎下載我哋嘅 App HKTEX 一站式的士買賣租賃平台，密切留意我哋香港的士交易所。我哋下集見。